在日新闻来关心农友问题，农友会为了改善青年农友回乡建造土地歹找问题，专工找大同直接合作。大同将提供自营有机园区94公顷、加16栋的温室，加这个45位青年农友合作，产品会使供应学校营养午餐和青农产销，拢会使稳定的经营。 这阵来自全台各地青年农友听到大同要提供土地建造的好消息，拢真踊跃参加农友会甲大同签订合作备忘录的记者会。依照农友会伫107年的调查，青农初期经营前3大问题就是无建造土地、欠资金甲通路。为了解决青农的问题，农友会找大同合作。 这个才能解决未来农地价格高涨的时候，农民找不到土地耕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那又可以把现在的5000公顷农地释放给青年农民朋友的话，那个面积可以扩大，那竞争力当然就提升，收入就增加。 大同立场嘛是希望会使帮助有志做农的青年。台湾的青农的这个发展的规划轮廓已经出现了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需要台糖有任何的资源，不管是人力，或者是财力，或者是土地，我们100%配合政府的政策。 这摆合作头一期以大同自营农场为主，包括云林、台南、高雄等94公顷的农地，以及16栋的温室。针对青农生产的农产品，除了会使家己卖以外，嘛会使伫大同的通路去卖，和青农的收入有保障。